頭，藍色車隊跟住嘅大概係4格左右，完成第一個細圈，進入第二個細圈啦。小順仔嘅藍面冇問題，兩個馬 OK， 飄天橋落到啦。OK， 最後細圈越拉越開啦。OK， 角落膠 OK 嘅。OK， 最後一個啦，24號第一位3強。準備睇下第二場嘅賽事，18號、15號。OK。咦，咁啱步啊，咁快嘅，霎時間今晚男神睇佢喎。拉一拉手掣，但係依然繼續嘅，未有問題。最後一個細圈，個立交 OK， 落地冇問題。恭喜晒第2位3強選手 Daniel。好，最後一個位，車手上車啊，非常緊張啊，手周震埋。好，希望第一個難點過到，暫時兩架車拍住一齊行，冇乜分先後啦。我哋第2個細圈，好，一日咁再次交換位置，兩架車非常之貼啊，最後一個細圈。好，國家運動慢慢拉開咗啦，應該冇問題啦，帶翻嚟 OK， 二線晉級第3個3強選手出現誕生啦。驗車嘅時間，梗係捉啲知名車手出嚟講兩句先啦，係咪？唔係，你知，你唔好咁心急，人哋話人哋嘅。點啊？你今次係第幾次打到入去真正嘅決賽圈啊？一次一講啊！記得啦，唔記得幾多次啦 ？OK， 咁今次其實你心情點樣？去過，冇乜特別。去過冇乜特別係咩意思啊？已經去過，去過 OK， 所以就好平和嘅，好平和嘅。你覺得今次有冇信心咧？我第一次激動啲嘅。如果今日冇如果贏到咧，就冇咁激動。OK， 好，啱嘅，第一次又係激動啲嘅，好開心係咪 ？OK， 加油啊！各位高手教佢已經好開心。高手較量，高手過招 OK， 多謝阿乜恭喜晒先嚇。OK， 跟住輪到 Daniel 啦 ，Daniel 第幾次打到入啊？第一次，你玩車玩咗幾多年？10年啊，玩車10年，我好似係同你一齊開始玩車，但係我已經冇玩，你仲繼續玩緊。第一次打到咁入，有咩感覺？好緊張嘅，搞唔掂。咁今晚希望你瞓得着啦！加油！你是中國的選手對嗎？對，成都來的。你是有經驗的進到決賽圈，還是第一次進的？第二次。OK， 你心情怎麼樣？啊，心情怎麼樣？信心，有信心。你有信心 ？OK， 加油啊！好，謝謝。好，莫生，麻煩你一齊影張相啦。係，我哋一齊影張相。恭喜晒3位可以入到決賽圈嘅車手，我哋嘅比賽會即刻開始。車手上車。OK， 起步。暫時阿 Mike 係帶頭嘅，跟住 Daniel 係緊隨其後嘅，應該有冇睇錯？中國選手就第3位，而家中國選手過咗 Daniel 頭啦，暫時阿 Mike 帶緊頭，一路帶住，咦，越追越近喎，好似越嚟越貼。